哋今日去應律師，我哋仲有37日就結婚啦！其實咁得咩？應該係幫你登記完之後，跟住即係佢俾啲資料佢係啦，佢要幫佢婚姻登記，跟住幫我哋申請，跟住只要遞上去睇有冇人反對，可能有人反對。在通知書公示15天內無人反對，且雙方符合要求，即可依婚姻條例結婚。我哋簽咗未婚證書啊！原來未婚係要簽名。越嚟越真實嘅件事。你講誓詞啊！你作誓詞啊！我諗住加。做咩？做咩？OK。原來誓詞頭2句先有法律作用，其餘嗰啲咧其實都可以作嘅，你作到無限長都得嘅。所以我翻去作誓詞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忙嘅，有排寫。Oh no！